唔好再話珠海冇驚喜啦，香洲今次真係玩大咗啊！南灣新城啊，直接抌咗1650億啊，搞148個項目啊，唔係同你講笑噶，係真金白銀嘅投入啊！大家嚟估下，點解獨寵南灣呢？天生思維冇得頂啊！首先位置夠正啦，橫琴北大門，港珠澳橋頭堡，一腳油就到澳門啦，半粒鐘就返到香港噶啦，高速啊、軌道啊，樣樣都齊全，真正實現大灣區1小時嘅生活圈啊！第二，底子夠厚，格力啊、摩天宇啊，早就喺度啦，家下仲要打造總部經濟區，人工智能、低空經濟、跨境物流一齊發力啊！咁多資源，項目幾多都接得住啦。最抵讚嘅呢，就係生活配套啦，三寶第2分店、郊野公園、學校、醫院一齊安排啊！華發正方嘅大盤夠晒靚，頂配生活都唔使等啊！你話南灣以後唔飛起啊？我係第一個唔信噶，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啦〜